来，2年级小朋友啊，展现你的臂力的时候到了啊！来吧，套住。抓住不去拧啊！不用乐，这是20公斤，离头远一点。知道为什么吗？知道为什么吗？知道为什么不带上这样啊？你怎么这样？为什么？这还不明白吗？2年级咬牙切齿的表现。我突然就没劲儿了。啊，什么叫突然就没劲？这还突然就没劲了？那会让我缓下。你缓，你给你多长时间让你缓一下？那刚才在后边站队的时候人缓，快点啊！那突然就没劲了。别找理由啊，不要找借口，不要找借口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